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件是有一个姓朱的男子，去年开始利用张学友、刘德华、BLACKPINK 等等大咖的演唱会，骗讲家己是承办公司的人员，会当摕到公关票，请这个被害人来买票，甚至来投资，佮甲女性欺骗感情，用因的户头去洗钱，去互北中南的地检署来通缉。即天，高雄市的警方接到情报，甲被害人联手逮捕这个诈欺犯，嘛呼吁受害者会当出面来指认。进去了，过来啊！警方广告位抓到姓朱的诈骗犯，来利用演唱会门票来骗我的，骗人，从头骗到尾。边仔还有2个查甫人，讲拢被骗钱，被抓到这个40岁姓朱的查甫人，为去年起利用过下国际大明星演唱会，像张学友、刘德华、BLACKPINK 等等来台湾开演唱会时，伫网络社群平台就写讲，伊是承办公司的人员，有公关票通摕，吸引这被害人去买票。甚至佫用话术骗因投资，讲因为甲建商有配合，一摆会使摕到真侪张公关票，有投资的人会使赚3成。佫较恶质的是，佫骗女被害人的感情，再佫利用对方做人头考做去洗钱。经了解，现场租男是以能抢到公关票的方式，诓骗民众先行付款。连7月份要来台湾表演正抢市这个南韩天团 BigBang 队长权志龙的演唱会，伊嘛讲，即马还佫有7月11的票8张，讲内部的公关票还佫有。我跟他讲说，我们还要再3张 GD 的票。我本来是从买门票、买 GD 的门票变到投资。2年来，被害人数够侪，姓朱的查甫人嘛被北中南真侪地检署通缉。这摆高雄市警方接到情报，甲被害人联手，顺利将人抓到。被通缉将近2档，这个姓朱的查甫人总算落网。依照目前警方资料，统计到昨为止有4位民众被骗，总共损失是117万。是讲警方表示讲，被害人应该唔若安尼尔，将会继续深入的对战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